問題一就分為 A 部分同 B 部分嘅。我哋先睇 A 部分先。A 部分講啲乜嘢嘅咧？就係利用分佈積分法，即係 integration by parts 咧，去積呢個內容嘅 x 乘以 e 嘅 2x 次方咁樣。好啦，咁啊幾時我哋會用分佈積分法嘅咧？其實通常都係有兩部分嘅情況。兩部分嘅意思即係 x 乘以 e 嘅 2x 次方咁樣嘅，咁我哋就會用分佈積分法嘅啦。咁個步驟會點樣做咧？咁樣先睇一睇個情況咯。第一步咧，我哋就要諗啦，有兩樣嘢 x 乘以 e 嘅 2x 次方，我哋要揾其中一部分咧抌入去，抌入去咧個過程其實即係要積一次咁樣嘅，積一次咁樣。好啦，咁我哋先講個結果俾大家聽先。我會先揀 e 嘅 2x 次方，一陣間先話俾大家知點解會咁樣揀㗎。OK， 好啦，咁然後咧做咗之後就會點咧？將個積一次咧就會變成咁樣。e 嘅 2x 次方抌入去咧，仍然積完之後都係 e 嘅 2x 次方，但係佢要除以2嘅。呢個除以2咧，我哋拉出嚟變做1/2咁樣。喺呢個位咧，我哋已經開始咗用呢個分佈積分法㗎啦，所以咧我哋就會攞到第一分已經。好啦，第二分咧就好重要啦，呢個位真係分佈積分法個操作會係點樣嘅咧？而家我哋見到兩部分，包括咗 x 同埋 e 嘅 2x 次方，咁然後就好似執藥咁執，將佢寫翻喺前邊先。好啦，然後咧就要減翻啲乜嘢咧？就係兩樣嘢嘅倒轉啊，即係咧紅色就去咗後邊呢個位 ，e 嘅 2x 次方就去咗前邊。呢個咧就係呢個分佈積分法嘅精髓啦。去到呢度咧就會攞到第二分。你問我點解要咁樣做咧？咁樣因為 e 嘅 2x 次方我哋識得積噶嘛，只要我哋積埋呢一部分就能夠完成到呢條題目啦。好啦，之後我哋再積埋後邊呢一部分去完成埋佢。e 嘅 2x 次方咧，積一次之後都係 e 嘅 2x 次方，不過要除以2喎，除以2之即係前面咧仲有個1/2，所以呢度變咗1/4個 e 嘅 2x 次方啦。咁樣，咁前面呢個只不過將個1/2乘翻入去啫，1/x 乘以 e 嘅 2x 次方。好啦，咁留意最後邊要加 c 喎，如果冇呢個加 c 咧，就會係扣分㗎啦。好啦，咁完成咗之後咧，就會攞埋第三分。咁記住咧，我哋都有講，再講清楚啦。如果你欠缺咗積分常數咧，就會俾人扣翻1分㗎啦。到 B 部分啦，咁當然咧就會同 A 部分嘅答案會有關啦。不過我哋睇一睇佢問啲乜嘢先。首先咧，佢話有條曲線叫做伽馬咁嘅。咁佢呢一條曲線啊嘅斜率咧就會係4x 加2括號乘以 e 嘅 2x 次方。咁而且伽馬咧係穿過一點2e 2次方加5嘅，最後咧就要揾翻伽馬嘅方程出嚟。好啦，咁我哋如果將一條線嘅方程 d 一次咧，就會揾到佢嘅斜率嘅。咁當然我哋調翻轉啦，如果我哋積翻佢呢個斜率，咁就可以揾到伽馬嘅方程咯，咁樣。所以個流程相當直接啦，就係將呢個黑色圈 4x 加2括弧乘以 e 嘅 2x 次方積一次，就會揾到伽馬嘅方程啦。所以一開始咧，我哋就要寫得出原來 y 即係呢條曲線咧，就會等於積呢個括弧 4x 加2乘以 e 嘅 2x 次方咁樣。當你寫得出呢一句嘅時候，即係識得用呢個不定積分咧，咁已經可以攞到第一分嘅啦。咁我之後就真係試下積下佢咯。咁當然會同 A 部分嘅答案會有關啦。咁我睇一睇先啊。咁我哋展開之後咧，就發現就係4乘以積 x e 嘅 2x 次方 dx 呢個部分咪就係 A 部分嘅題目咯，係咪？另外後邊就係2乘以積 e 嘅 2x 次方 dx 呢個部分唔使擔心嘅喎，因為其實我哋識積嘅，一陣間可以直接積到翻出嚟。好啦，咁原來發覺兩部分我哋都會識做嘅，咁我可以直接積出嚟啦。
呢一個部分就係 A 部分個答案啦，因為咧即呢個就係 A 部分嚟噶嘛。A 部分答案後邊咧就係咩咧？e 嘅 2x 次方積出嚟就係自己除以2，咁啱啱同呢個2咧係約咗，好似冇咗咁樣。好啦，咁啊你利用咗呢個 A 部分嘅結果咧，就會有第2分。好啦，咁發現積出嚟咧，其實個答案就會係伽馬嘅方程就係 y 等於 2x 乘以 e 嘅 2x 次方加 c 咁嘅。咁當然呢個常數咧就要揾翻佢出嚟啦。咁點樣揾咧？佢俾咗一點你2e 2次方加5嘅，我哋只需要將呢點代翻落去就得啦。所以啊，2乘以1 e 嘅2乘以1加 c， 即係啲 x 變晒做1咧，就會等於 2e 2次方加5，即係個 y 咧就變咗 2e 2次方加5啦。之後咧，只不過係解方程嘅問題咧，去揾個 c 出嚟啫。好啦，最後 c 咧就揾到係5嘅咁樣。好啦，去到呢個位咧，其實已經能夠攞到第3分嘅啦。當你代翻落去嘅時候，好，最後咧揾到伽馬嘅方程就係 y 等於 2x 乘以 e 嘅 2x 次方加5。當然啦，最後咧寫埋呢個正確答案出嚟就會有埋第4分，咁就完成咗呢條題目啦。